始。好，那么当公布讲没样了，下次喽，看给老者对面真正人的南道热些，今年推个继续设起的年纪多个两帮子，看到西边最让么的门头都眼开始外，着作过了普及大致养老出去养点松。走到前头，年木年龙来给家住住在近。马里没在东岸牛股，今年就在这街那。对呢，他进社区，他是原定绿洲也是托过。就当去年间的大绿没是将被养老的。我马拉巴扎那我马拉巴扎那我马拉巴扎那天天就业去了为谁去？到了的木明白รับ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罗着宝贝那瓦在读书。第8课，我们今天我们首先看我们这个生词了啊。脚步，파기, 못자게, 침대,脚步是迅速嘛，快，这个好像我们前面也有学过吧？脚步秀，快来，对不对？脚步秀，脚步就快走，脚步秀，啊，脚步着，对不对？脚步着，脚步，脚步起，对，没错，脚步起，对，脚步啥？快些，脚步痛，脚步黏，快睡，对，所以它是迅速或是快嘛，就是直接理解快就可以嘛。파기，파기 가르래， 파기 가르래， 什么意思？那是什么？那是我的。파기 니에래， 对，那是妈妈。파기 아마라， 对。모자겐， 就是卜卦的嘛，这摩甲根，就卜卦卦者就是卜卦的那个人叫卜卦，摩甲根，对，摩就是卦嘛，占卜，晴天，晴天我们通常也是甘露啊，你也是晴天嘛。有加持的都是称为是晴天晴天。这个是加持物，不是晴天我们通常甘露丸呐，对子，那茉莉丸呐，对子就是甘露丸呐。对，晴天都是可以晴天，对。你们怎么会拿到旧的？这个吗？
上里面就出了吗？这个所以我拿到是加持物。那我拿的是加持完没有甘露版。我们拿的不同版本，是无印版。上个礼拜上礼拜有，啊，可是我没印。因为这个是不是上个礼拜的教材嘛？对。嗯可能平时忘记了。古啊古啊古就是等嘛，稍等。凝空小巴拱住拱木，这两个都是讲的是晚上嘛。那小巴亚洲都是早上，小巴也好，亚洲也好，是吧？小巴得嘞，亚洲得嘞，这两个都是一样嘛。凝空就是中午，凝空有的会写多开始公安公那个字这边，这个字还可以吧？这是好，那我们就看他们的对话。你，Ellen 预备就了，放荡节，是吧？你 Ellen 预备就了，放荡节。他那个 Ellen 是罗森九，好像是罗森九嘛？罗森九是对，罗森九是这，他这边会，我们影片里面他会直接写 Ellen 的预备，他是这么说，这个吗？Ellen 是这个，不是回电话，这个是 Ellen 哪连 Ellen 不是回电话，这是英文的那个。他要做说，这个是当嘛，对不对？当前是一个做格，它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动词，所以那有个动词的话，有个那个做这个动作的人主词那是我，对不对？我做了，那我做了什么呢？他做了这个打电话phone 是吧？卡巴当他就用了英文嘛，卡巴当。那他做了这件事，他做打电话，那打电话给谁，就了这所以藏文是你要去这个句子去了解的话，先看是有一个作者主词，他做了什么，后面就有做动词。动词的话，他一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卡巴风，对不对？那当然有做这件事打电话的事情的话，有个对象嘛，那就是就了，就拿那个，这个是出，相当于出嘛，call to 句子分析的话，这样去分析，你们比较容易看得懂嘛，这个句子有嘛？住在就是 Island 里边，他在那边，在 Island 的有这个虽然没有住，是我们要理解成什么？就是住在那边的，在那边的，在 Island 的。那你就中文你不直接不能用藏文这样说，打电话给谁？你直接用有的话什么可以吗？
打电话给有爱人的哥哥是这样可以吗？不行吧？啊，像这种的时候呢，你要理解翻译。电话给在 LA 的哥哥，那要圆吗？打电话给在劳金斯的哥哥啊，中文是这样可以吗？打电话给在 LA 的哥哥，这样可以吗？那这样可以的话，你就不用加那个注啊。哦，艾伦记住了，你就说不用约的话，咱们你艾伦记住了。口头上面是你可以这么说，艾伦记住了，考巴当啊。考巴当姐，她现在到这里只是打电话嘛？那打电话要做什么啊？打电话要做什么？那接下来的工作파기를工作파기라工作파기라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个是如果写拉那个拉的话，就不要写拉；如果写拉的话，就不要写拉。这里两个都写了，其中一个撤掉啊。我本来想这个地方要写这个杠，让你们选择，我漏掉了啊。这其中选一个就，反正拉那个嘛啊。这个拉跟这个拉两个都是拉那个，所以工作파기를 뭐 야겐이었나? 욕보 뭐지? 야로 세체고 욕보 뭐지? 야로스 제고工作파기라 如果不念那个ra的话，工作파기라 뭐 야겐이었나? 那有个云呢，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嘛他们那边他们那边要是有卜卦的人，这里也是可以说是中文是可以有假设性吗？看吗？所以工作파기他们那边嘛。他们那边摩甲根就是我们卜卦的人，对不对？如果有就是有卜卦的人，要是有卜卦的人有不摩羯角肉就是请他因为这边藏文里面看不到他，但是要讲中文的时候，请尽快卜卦。跟谁呢？跟谁讲就请他嘛，请他尽快卜个卦有不摩羯角肉是。脚部摩羯角肉是切鬼，他需要做这件事给他磨脚部尽快。句子里面生词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脚部跟磨脚跟这些都已经有了嘛。马尔贝，他讲这一句话，所以就马尔贝就是好不好，对不对？我这样做好不好？那在这里我用了过去式，且有没有？当且，现在都是还没有做这件事，他要做未来。一般你们会讲到未来式嘛？但是讲这种前后是有两种动词的时候，前面的要写过去式的动词。所以当且我做这件事之后。就是打电话之后要做什么，就后续的，这个是一个藏文的一个写书法，不是写书法，写这种造句的时候呢要用，这个要记住。네 침대지 결용고 네 침대지 결용고 네 침대지
캐리용고 구아 녜 침대지 캐리용고 구아 晴天就是那个加持丸，或者是那个甘露丸啊。晴天，我呢，这里有个做格，对不对？捏，所以我做了什么？开了拿，对不对？我拿来什么呢？拿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甘露丸，或者是晴天，所以我拿个加持物质，你晴天去开用过。姑啊，姑就是等嘛，你等等，我去拿个加持，我个甘露丸，姑啊，或者是骨糖，你们说稍等也是可以说骨糖啊，嗯嗯，用就是我去拿，请这去开了用过，我来拿，我来拿。我拿来那个，对对，拿来有那个甘露丸。但后面那个口是口语，口语里面有个语句，后面的加强的一个语句。立即痛糖，立即痛糖，痛就是喝嘛，对不对？喝一下这个啊，立即痛糖，立即痛糖。痰凝固，卡拉，卡的说个，痰凝固，卡拉，卡的说个。凝固就是中午，对，它就是现在嘛。现在这一个停顿，现在中午要做什么饭啊？卡拉就是饭嘛，卡雷是什么？说就是做卡的说个这个卡的说卡，这是一个疑问句嘛那这也是口语上面的，他拧过卡拉卡的说卡，卡拉卡的说到这里是好像是没有完整的一个卡拉卡的说卡嗯嗯嗯，有问题吗？可以啊，换啊，代替他拱住卡拉卡的时候他按住卡拉卡的时候可以啊，嗯，卡拉卡的时候直接用这个的话，卡拉卡的时候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饭吗？直接用这个，你要不要晚上卡拉卡的时候对不对？那卡拉卡的时候那这边是要吃什么饭？怎么说？对，卡拉卡的萨卡，对，卡拉卡的萨卡，就是如果敬语的话，卡拉卡的切卡，对不对？卡拉卡的切卡那喜欢什么饭？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对，卡拉卡的搞不鱼，卡拉卡的搞不鱼，卡拉卡的搞不鱼，对，卡拉卡的搞不鱼，对，卡拉卡的搞不鱼，就是代替嘛，喜欢什么衣服？喜欢什么衣服？对，土洛卡的搞不有，土洛卡的搞不有，对，喜欢什么国家？捷克，对啊，捷克卡的搞不有，啊喜欢什么语言？喜欢什么语言？语言
啊，喜欢什么语言？刚刚有人啊，哎，语言，介意，介意卡了搞不有，对不对？介意卡了搞，介意，介意，萨嘎达嘎达介，也就一卡一介意，语言，介意。因为刚刚有人好几个人讲 get 嘎，然后就后面那个一就出不来，get get 卡着了搞不有？会什么语言？对，看 get 卡的新个语，get 卡的新个语啊，get 卡的新个语，get 卡的新个语，新个语。好，我们刚刚学到了这个名词，这叫参谋，参谋，参谋，토랑，小巴，nga조，닝콩，치초， 공무， 공조， 参谋。好，从这边时间的토랑就是什么意思呢？哦，黎明时是토랑啊，토랑。小巴，nga조是早上嘛，닝콩就是中午，对不对？치초是下午，哦，下午。공무， 공조这两个都是那个黄昏的那个啊，公墓晚上也可以啊，可以，对，参谋就是很，对，就是9点10点的时候就已经参谋，啊，不一定啊，参谋是不一定，参谋是不一两点，可以啊，什么的可以，类似可以。哦，Good evening 吗？Good evening，你就说广州的嘞，或者是它比较范围比较大嘛。Good evening，对，广州的嘞，对，它是几点到几点？Good evening，哦，广州的嘞，嗯，千心要用千嘛，那啥就行嘛，行千心。这个时间可以吧？好，jigba， 툭지， 툭지， 念字，툭지， jigba， 这不就可以吗？啊，jigba， 啊，jigba， jigduge， jigdu， jigduge， jigson， 是吧？我们那个也是，这是什么？这个符号是什么？啊，
你们中文是那个对的是这个，我们一般是对的是这个嘛，这个打叉对不对？所以这个 j， 然后是怎么？它是一个大 j 大 j 大嘛，学生就喜欢这个嘛，我们学生都有这个，这个就不习惯，小时候都会有这个的话，这个是这个 j 大啊，这个呢，这个什么？这个符号叫什么啊？哦，norda，对，norda，这个 nor，那个大前面这个的 norda，这 norda，这个大，这个 nor 本身是财产的也是 nor 这个嘛，错误的也是这个，嗯，为什么要出去洗那个后面是上？这个吗？啊，我们这边是突击是不是？突击是悲鸣嘛，或者大悲的话，突击前部，突击前部，哦，突击前部，哦，那这边突击 C 刚刚问到他为什么有一个后面加突击，这个 G 是做格嘛，那个 C 就是有关的意思嘛，以悲悯去关呐、突击 C，那佛的那个大悲去关嘛，那是突击 C 啊啊。那我们是祈求别人的时候也会用这个突击 C，就是你发慈悲，发法慈悲，所以就会有个发慈悲的那个发不是动词吗？啊，那突击 C，那突击 C，那我们通常日常生活上面呢，那突击 C 就是你要祈求别人做事情，拜托别人的时候，拜托拜托再拜托，不是你们的一个常用词吗？拜托再拜托，对，那个突击 C，那我们藏文呢，突击 C，突击 C，是吧？那就是这也是求的一个，对别人祈求的时候就会用这个藏文，突击 C 那这样跟悲悯有什么关系？啊。你拜托别人跟悲悯有什么关系？我们世俗用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突击 C，也会用这个，这个话也叫做拜托请，对啊，就两个意思，就这样。对，这个你这个突击 C，这也是拜托给佛吗？祈求佛吗？托悲悯，祈求佛吗？也是不是拜托吗？直坦白讲的话，拜托佛菩萨，拜票。所以这个萨是用作格来去理解。念字，念字，念字就是一个欺负或者是逗闹，念字这个斗错是不是？这个对，你那个斗是打架的斗还是啊、嬉闹的斗？原先是嬉闹的斗着玩的那个斗，原先这个是打架的斗。哦，那原先的那个字，我改了之后又错了，就是逗闹就是斗着玩的。逗着玩的那个，就是有时候就不要逗了，你不要逗，就是故意取笑，就不要，你不要逗了，你不要取笑啊，这个那个逗，那是这才是有错。啊原先的那个啊原先的那个，对，原先没有图，因为原先那个字不确定嘛，啊就没有放图，嗯，原先的那个字是对的吧？逗闹。他说图也改了，原先的图是比较逗闹，这个图就比较像是打架的。哦，因为看了这个字才会写，对对对对啊，哦这个是涂改哦，这个
这是我都那个错，这个字错了，这就看图编图的人就看这个字来去编图嘛，啊，这样就大大大大点点点点某某某某夏末夏末夏末某某某某点点点点大大大大大大就是正好大大的，对不对？大大的就是刚好，你看啊，我给大路，大路就是你要不要撑过或者是少，就是你要刚刚好的啊，装大的，就是你要穿鞋子或者试衣服的时候很合适的话，大的啊，刚刚好也是大的是，嗯啊，大路是你装的时候不要装过或者少。人要装刚刚好的是大路子，你要装的时候嘛，有时候装，对，哦，或者是装的要，大路就是有时候是装的是刚刚好的，不要又装的时候就是有点怎么说？对，不要太满，不要太说大路，可以啊，大的我们家他们国家啊，哦，大列斯刚好你刚都是刚巧来，就是大列斯，大列松，或者你到的地方是正确的啊，大列松，有的时候是会你找来找去是走错路，就是你该去的地方你没有抵达，那你到了另外一个，那你就完全是没有这个大列马松，就是你已经错误了嘛。那大列数是有好几个，你再去前后在哪里去看，主要是正确或者刚刚好和正好。大这边，大这边就是刚好吗？或者是大这边，对，你穿适合的时候，大点，对。对，大这边就是问句嘛，对，大点点啊啊，你刚刚回到了嘛，就回复说大的，对不对？你问了大的呗，然后是你要确定吗？点点，你就在后面加一个点点啊，或是问呢，就是问呢跟点点是一样嘛。你问丹丹，我要回您丹丹，你说确定吗？我说丹丹确定，可以这样子吗？啊，你可以这样点点啊，点点，你也可以这样。那点点，你就另外一个回复的话，我呢？哦，真的啊，确定，然后是真的，中文也可以这么说嘛，我呢，我呢，啊，你也问的时候也是问这个我呢的呗，就是不大的呗，大的我呢，也问了这个对，啊，你也回复的时候我呢，点点，啊。可以，点点这边可以，点点这边啊，嗯嗯，某某是大家都知道，某某啊，包子也是同样，现在都判做成了某某也是包子，它蒸的也是某某，统称就某，实际上某某是有就里面有包的
里面有包肉或者有外菜的，就是馍馍嘛。但是也是馍馍是一般是一个统称的，一般在西藏来讲的话，我们有蒸的，完全是馒头也会讲馍馍，但是有另外称的话，那筋馍它是蒸的嘛，那筋馍那统称馍馍是这些都可以统称，但是呢，你在餐厅里面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个包的那个肉包啊、菜包啊、馍馍，嗯，那特别讲的话，香馍嘛，那肉包嘛，菜包、菜馍，对对对，菜馍馍、香馍馍、菜馍馍，哦，香馍馍、菜馍馍、韭菜馍馍、韭菜，啊，对啊，啊，是吗？看下，应该这个大概叫揪儿馍，酸的嘛，啊，不是你们是韭菜嘛？那藏文是韭菜啊，就是藏文的发音是它是韭菜，中文是韭菜嘛，韭菜，它就翻译成韭菜馍馍啊，那是韭菜，那发音嘛，嗯，有韭菜啊，你那些都是外来语啊，就像红萝卜啊，我们也是用外来语。韭菜，韭菜有时候韭菜，不懂藏文的人，不懂中文的人，你说韭菜馍馍他不知道，你要说韭菜的话，他就知道韭菜馍馍，韭菜馍馍，嗯，那个菜的名字很多都是外来语，嗯，有啊，老锅别子，老锅别子，它是圆的嘛，老锅别子，对，老锅别子，老锅别子，白菜，白菜嘛，白菜，嗯，这是藏文的发音呢、因为外来语的这个老锅别子，嗯，菜的名字大部分都是中文的，嗯，所以还是要发音，藏文的发音要正确，要知道。你的如果是藏人里面，你要用中文的发音的时候，是藏人不懂中文的人看不懂嘛。我早期在跟你们讲说，你说中文的发音念准就可以了，这不用特别学藏文的发音，对不对？但是藏文的因为这些都是外来语，也还要知道藏文怎么发音，这个很重要。我早期是以为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日语里面也有很多外来的发音啊，它是要按照外来的那个日语他们怎么拼，按照他们的发音来去拼呢、就是说不能用那个准确的那个发音啊。这个好像每个语言都有。好，休息吗？好，休息。
讲得比较快是吧？你们可以把那个速度可以放慢的，1.0，1.0，1.0，1.0很快啊，1.0是一样啊1.5很快。1.5的声音会0.75，差不多。某某，到这里嘛。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对话了，刚刚我们快要结束那个地。人工克拉埃，人工克拉埃，人工让卡尔森呢？这吧，人工让卡尔森呢？这吧，哎，那人工克拉是中午那个。就是你说中午饭，就他要问嘛，他要问说，你说中午饭吗？这中午饭，中午饭吗？人工克拉是吧？人工克拉啊，这是爱是一个问句，一个问句嘛。人工让卡的时候呢，这吧我们刚刚讲到是可以嘛，是不是？所以卡的时候呢，做什么饭？卡的是什么？做什么饭都可以啊，让是你，对，中午你做什么饭都可以，所以人工让你要界限是人工让卡的说呢这吧啊。他突击式，这里漏了一个啥？他突击式，这里加一个突击式，我们刚刚讲到突击式嘛，对，他突击式，这个时候突击式是主要是求你的意思现在求你某某家，某某家，不要卜卦了做什么饭都可以，求你不要卜卦。他那个先生不太喜欢卜卦，那个太太很喜欢卜卦。安了，让念嘛这的，让念嘛这当，让念嘛这当。我们刚刚这个生词里面念字是不是念字？那我们这边要否定念嘛字，念嘛否定字在中间，念嘛字不要逗我了意思不要闹了，不要逗了你不要逗了，让念嘛字当，让念嘛字当，提来大大的。提来大大的提来就是我们中文的回事。对了，正好什么什么接下来要接话了嘛提来大大的，那就是他刚好想到了一件事情嘛对了正好提来大大的你人工某某几说过马贝你人工某某几说过马贝这里我就断了我是做歌嘛，我做什么事情要做了一件事那什么做什么呢？做个什么饭呢？某某嘛，时间是中午，所以中午我来做个包子要不要？马这边是可以吗？也是中午我我来做个包子要不要？中文也在中文里面可以这么讲吗？好不好？要不要？可以好不好也可以马这边不是吗？一般是马这边不是吗？
那在这里不能翻成不是嘛，很怪怪的，所以藏文里面是可以这样用。所以换句话说的话，哦，要不要啊？哦，或者好不好，可以这样去代替这个嘛，对不对？啊，它的直译的话就是不是吗？嗯啊哦，这个句子可以吗？简单的，你们这啊去落这种呢，马的呗，去外面嘛，我们去个外面，去落去落去找呢，马的呗，这是你想去外面，那你要跟朋友说，要不要去外面？我去外面可以吗？就是去落去找呢，马的呗，去落去找呢，马的呗，嗯，那就是出去可以吧？是意思有点是马的呗，这个时候是不是否定？这个倒过来要讲是可以吗？就是嗯对对，好不好？对对，直接说好不好的意思。啊出去好不好？直接这么出去好不好？嗯嗯，在外面吃好不好？吃肉啥马的呗？可以啊，可以啊，啊不，这个啥国加也不加没关系啊。你如果加的吃肉啥果马的呗？啊啊，啥就是吃嘛。现在这里是做嘛，啊，哦，你说那个国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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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说是有未来的语句，对，可以啊，可以。去漏了卡拉萨古，如果加一个卡拉的话，去漏了卡拉萨古，马的呗，是吧？你们刚刚讲的去漏啥马的呗，可以啊，你直接外面吃，可以吗？对，去漏啥马的呗，啊在家里吃可以吗？对，拿了啥？对对，拿了啥马的呗，对。那饭在家里吃，拿了啥？马的呗，对对对对对，嗯，我们刚刚有个 sick，对不对？sick 就是也有观的意思看这个 sick 这边 sick 那从这边看，尖 sick 尖 sick 尖就是眼睛的敬语是尖嘛，尖 sick 尖 sick 尖 sick 关键嘛，就是用眼睛关的意思，尖 sick。你们的观世音藏文怎么说？这边就加一个 red 尖 sick 嘛，尖 sick 观世音尖 sick 尖 sick 尖 sick，嗯呃尖 sick，嗯。这个监视，这个我们在打牌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句子，小时候就记得这个监视，啊、打那个扑克牌打扑克牌的时候有时，呃，我们不看牌，有的其他人看一个，就是我不看牌，就比方说有没有那个赌博的话，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小小的一个玩，那个时候会几块钱的，所以那个打扑克牌的时候呢，三个牌的这个，你们会这个玩什么？每人有三个牌，就看谁的数字高什么这个，所以你看牌
再来出，一个呢，他自己有肯定，我不看牌，大家都看了，所以大家都不压的话，他就会自己的牌子不好的话，他就会不出嘛。你们中午会怎么讲呢？就是压多少，你压多少，我压3块，压4块。小时候，那不看盘的人他都多看，所以因为如果全部都不压的话，他就赢了嘛。只有剩下他的牌子啊，所以我看了我的牌不错，我会压。那全部都已经没有压的话，剩下一个他那个没有看牌的那个人，我已经看了嘛，我已经压了，然后我跟他说，监视就是让他看，我已经压了，监视是用这个词，我们小时候用这个词汇啊，监视，但其实监视就是看你看的意思，用学习学习学习啊，亲近，学习学。不是哦，今天我观到了什么什么菩萨啊，就是我在梦中看到了观世音的那个啊，我在梦中见到了观世音，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学习，可以说这个学习，接着是一个学习，用的那个学习呢，嗯，因为这个你自己不会用自己敬语嘛，这个学是一定是对方的嘛，啊，学习他有看，团习团习团习就是团就是意嘛，它是知意，就是了解这个意，团习贴习贴习看书嘛，看书啊，突击习突击习啊，那是祈求，我们刚刚有讲的嘛，我们这边是因为它是句号的句号，我们这个是句号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没有句号，没有嘛，点点点，所以这是字前面这个字再加这个嘛，句号是在这里啊。见识、学习、团识、贴识、突击识，那老师监习就是大的意思吗？看大，监习嗯，就是看大的意思。我们不是讲，我们之前没有讲大，对对对，可以啊，大的意思，啊，同样的意思，识就是大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同样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这可以这个去理解。崇拜，崇拜，卡谢，卡谢，盖东，盖东，塔瑞，塔瑞，崇拜是邻居，邻居啊，崇拜。卡谢就是有些嘛，有些人啊。哦，宠物卡谢，有些邻居没错啊，宠物卡谢有些邻居，盖东，盖东，宠物卡谢，盖东，邀请一些邻居啊，可以吧？哈，塔利，塔利，你把这个塔利，宠物卡谢，盖东。这次邀请一些邻居，这个完整的一个造句吧。那我们一般平常讲话的时候，这个塔列是放在最后也是看得懂了嘛？重播开始给懂塔列邀请一些邻居，这次你把这次后讲话的时候再放在后面，人家看得懂吗？田文，田文，亲烈，亲烈，阿烈，阿烈，阿子，阿子，田文，以前，田文是以前，
啊，体力就是事业，有时候三业给体力，三业给体力就是佛的什么？佛的事业。阿赖，阿赖就是阿赖，阿赖，阿基，阿基，阿基宁姐，阿基宁姐，好可怜啊！这样的一个语句，阿基宁姐。崇拜求拉控制，崇拜求拉控制，卡拉卡谢吉，卡拉卡谢吉，给当松啊，给当松啊，崇拜求拉求拉我们学过嘛，对不对？大哥，各位，所以邻居大哥是不是崇拜？这个拜是属格嘛？控制是他们控制就是他们，对不对？这里有个做格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邻居大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做了这个给当邀请嘛，邀请是卡拉卡谢，卡拉就是餐嘛，卡谢就是几次的意思嘛，所以邻居大哥他们邀请过好几次餐，卡拉卡谢吉。给当是邀请也，这里我们翻成邀请嘛，那通常是给当是叫，给当是叫他，给当是给当他，请叫他，给当就是叫他，就叫的意思，给当，给当肉，叫妈妈，叫妈妈，藏文怎么说？阿妈给当他，你要这个祈求或是命令，阿妈给当他，对，你要跟叫别人是给阿妈给当，阿妈给当他，阿妈给后面加一个当之后，你请叫他叫妈妈嘛，阿妈给当他，对不对？一个命令，那个后面的阿妈给当他，阿妈给当就是叫妈妈，给当什么？这个当是过去式嘛，你们就直接讲话的时候给当可以啊，给当的，讲话的时候你说用什么样的一个语句比较顺畅的话，讲话的时候不用分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不用去想，就是发音的时候哪个发音比较准，就是用那个来去发，不用分清过去、现在、未来，你这样这种发音就会混淆。讲话的时候不用去分辨什么，写字的时候才会用过去、现在、未来。讲话的时候发音哪个比较准，用那个来，不用分辨。可以啊，给懂了，对啊。塔利，俺最几岁呢？给呢？马贝，塔利，俺最几岁呢？给呢？马贝，塔利是这次嘛？俺最几岁？俺最这个做个对不对？我们做什么？我们来做个菜。俺最几岁呢？因为藏文里面没有菜这个词，这是做，我们来做。如果中文按照藏文直译的话，这次我们来做，
啊？不是有菜包吗？为什么就擦摸什么？刚刚那个菜包，菜摸，刚刚那个菜包，为什么那个菜就不能放在这里？他们没有讲啊。是因为他们没有讲，但是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但是对话里面没有，我们是按照对话来说嘛。台天港这就随你。今天我们来，你刚刚都说我们来煮吗？做个吃的。今天我们来煮，送去给他们。那我是这边用了一个菜，加一个菜，我们来做个菜。给呢就是送嘛，送去，送去。马德贝如何？送去给他们。这个给呢是送嘛，那送去哪里？那是他们嘛，邻居，那送去给他们如何？为什么那个手后面加啥是做的意思吗？做个手内后面要加啥？为什么要加一个撒？这个拿啥念吗？对。这个拿什么？对。我们来做，然后送去。那所以那边的那个做那个字是什么时态？过去式啊。我们来做个菜，可是他还没做啊。他没做对。他说我们来做，就是表示我们未来来做。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讲过吗？有2个动词，做了这个，然后做这件事，先做，然后再送，所以前面要做过去式。然后我们做个菜，然后送去给他们。我觉得那个记的哈，让吹记，让吹记，手内啊。那个记呢，不可以再前面加些卡拉记？往这卡拉记是呢，可以啊，可以。因为前面有卡的记嘛。对，这完全是可以，没有他这里没有加卡拉，就是你加卡拉可以啊，我们卡拉就是呢可以啊，就是已经很说明了做什么我们。那我甚至你要说馍馍也可以啊，俺这馍馍就是呢，我们做个包子俺这馍馍就是呢干呢，嘛对呗，俺这拍摄就是呢干呢，做猪肉，拍摄猪肉嘛，是吧？虾馍馍，虾馍馍是哪个呢？嘛对呗，鸭虾馍馍，对，茶虾馍馍，鸭虾馍馍，那又不一定是馍馍呀，鸭虾是哪个呢？做个鱼肉，这个鱼那个是什么样的菜？你把加上名字就可以嘛。加上一个菜，后面还是要那个记对，你是水呢？你加个记不加记也可以。你是水哪边呢？那你是记水哪边呢？是可以。那个记有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单位嘛，做个什么？你们是做个鱼肉啊，做一道，填温了。阿嘞，那我把那个现在艾伦预备，好，他就是艾伦，他就会是艾伦预备，就了，卡巴奇当，马德贝，卡巴奇当，马德贝。那对了是阿嘞，这个是我把那个
放在中文的时候放在前面了。对了，事先啊，藏文的话事先啊，对了，那我把中文是，我觉得这样比较顺畅。对了，事先什么啊 ？LA 里边就是住在那个在 LA 的哥哥，对不对？做什么？打个电话，对不对？这个前面有嘛？啊，卡巴斯当啊，马德贝，这个句子前面有是不是？所以卡巴用凤，卡巴用凤。啊，对，这个是吧？对，卡巴斯当嘛，这个。提列，他就打电话了嘛，那他直接用英文回复，就是 WhatsApp， 对不对？他对对，永远啊，他就用直接 WhatsApp， 他就啊啊嗯啊，可以，中文是正顺的吧？我先打个电话，对，嗯，可以。这个究竟是他的名字吗？嗯，卡这个卡是口，对不对？口啊，那我们就用口来造句啊。光一个口可以造好几个句子啊。卡爹，卡爹，卡爹，或者卡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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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爹就是朝向，这个爹就是变成了一个动词，卡爹，方向嘛，就是，所以就这个是动词朝向啊。卡爹，卡爹就是对手，是名词嘛？名词，对手是名词，所以你要念的时候呢，一个是卡爹，卡爹，卡卡巴爹我嘞，卡下了爹，强了爹，努不了爹，朝向东，朝向西，向这个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卡爹啊。那如果名词的话，卡爹，对，卡爹，阔年卡爹的，阔年卡爹的，他是我的对手，卡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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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垫子嘛？啊，卡丁，卡丁，这个不是卡丁，卡丁是我们通常是那个藏人在那个垫子上面再铺一个，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有但那个是其实在我们的床上面会铺，藏人啊，那个不是，这平常我们一般藏人的家里面用，其实那个是羊毛所制作的毯，这个卡垫，那个是不是那个不叫卡垫？对啊，对，啊，小小的也有啊，就是可以铺的。他铺的是要坐着吗？要铺在哪里？对，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在铺在地上嘛，那个也是卡垫的。对，这个不是卡垫啊，我们的做有时候是全部踢的那个沙垫，一个沙垫在地上铺的毯，那个是地毯，沙垫，这个是卡垫，卡垫是就是在我们的床上面铺的，那个是卡垫。它是用织出来的。对。卡呀就是借口
跟中文跟是吧？借口啊，看嘛呀，不要借口，不要有借口啊。看呀，这里有个加了个巴的卡巴呀，就是借手机啊，卡巴的呀就是借手机嘛，这里有个巴的卡巴就是手机嘛，电话卡巴呀就是借手机啊。跟别人借手机的意思。这里加一个巴的话，卡巴，只有卡的话不是，卡巴才是手机嘛，电话。卡呀叫借口，卡塞就是清楚的意思，咳啾就口水啊，咳啾，这个这跟中文跟是很对像嘛，口水咳啾，科技就是那个领巾，就是你在脖子上嘛的那个叫科技，围巾科技。虽然它不是口，但是这边围巾是我们讲科技卡豆知道吧？卡豆是颜色卡巴刚刚讲卡昌是地址，是不是？地址卡昌，卡昌是哪的？请给个地址。卡昌是哪的？卡昌这的，给地址。这就是没有讲敬语，囊就是敬嘛，敬语。卡昌是这的，科啾是什么呢？官司，这里有出，但是这有马前加字这个呢，念的时候是吭出把那个连音，把那个嘛吭出入，打官司吭出入，对。刚刚好，是不是？这个达到了，时间腿就达到了。忙嘛查，牛嘛查，不多不少，达到了。忙嘛查，牛嘛查，达到了。不多不少，达到了。好，那就重新前面念一个啊。脚步，你们不愿意？脚步，拍起，等一下，我就是忍不住笑。我重新念。脚步。拍起，莫加看，轻点，鼓啊，凝空，小巴，广州，压错，广木，我 LL 预备制作了，放档前，工作拍起了，莫加看远呐，脚步莫去加入是切个，脚步莫去加入是切个，马这边，我今天去开用过，啊，你去通的，他人工卡拉卡的说个。토랑
shokpa shokpa ngacho ngacho ningkong ningkong chicho chicho gongmo gongmo gongcho gongcho cemo cemo digba digba tuk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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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k tuk지 zik niezir niezir 딱딱 딱딱 땡땡 땡땡 뭐뭐 뭐뭐 샤모 샤모 인공카라에 인공랑 가르스네 직바 다투지시 뭐뭐야 알레 랑예 맞으당 텔레 딱딱해 예 인공 뭐뭐지 소고 말베 진식 진식 셰식 셰식 된식 된식 뎁식 뎁식 톡지식 톡지식 종바 종바 카시 카시 깨동 깨동 다리 다리 댕을 댕을 틸레 틸레 알레 알레 어찌 어찌 종배 졸라 콘즈 칼라 카시지 깨당송아 다리 안주 직수네 깨나 말베 댕을라 알레 네 LL 예베 주조라 카바치 땅 말베 틸레 와자 카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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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카덴 카덴 카야르 카야르 카세 카세 커추 커추 커티 커티 카도 카도 카바르 카바르 가장 가장 컴주 컴주 오 오케이 다니 심진 탐제라 인신노부 레라베 튼조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벌 짐보쇼 칸도 수단 조베치 다니 괴네 메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벌 짐보쇼 쩨람군도 랑규라 도지 녀무 깨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젠담 돈에 도버쇼 란생이 베심제니 리동 잡을 년통치 린진 대단 체바시 니바 가위 진진쇼 달라 생기 차도기 시골 라서 미리베 경가랑기 렘바타 얘가 셴라 비워쇼 강라 다기 편다베 려와치와 강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이 담바르 따오쇼 도난외단 유베이 편디 만나 군러부 마이 뇌단 동해군 상외 달라 렘바쇼 대다 군장 최기기 또베 지메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셰베르 시미 청와 레드쇼 나서 도치 눈타 좀 제용 눈타 좀 제용 나서 공도들에 심장난고 신장 신장